为提供自闭症以及心智障碍族群一个活动甲学习所在。台南市自闭症关怀协会副社新乐森林日间作业所6号伫个永康区正式成立，市长王伟哲、副市长赵清惠、社会局机要秘书林建南、议员林冠维、蔡立清、陈怡晶以及各界贵宾，也拢一同来见证照顾据点的成立。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那进步无法度斗相共，甲真济角落，咱需要帮助的啦。所以咱透过民间的力量，大家需要服务，还是讲需要咱政府来关照，但是触手没有办法到这么远，借由民间的力量来帮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事情。认识韩宇理事长已经有5年6年的时间哦。这段期间，他长期在做我们社区的公益，不管是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独居老人等等的关怀。那现在又接我们自闭症协会的理事长，目的就希望可以多照顾一些需要帮忙、需要照顾的家庭。家长们最希望的就是他们的孩子，他们放心不下，以后他们希望可以自立，可以有工作，可以在家长呢不在身边的时候，他们可以在这个社会上跟大家这个共处，然后可以给自己一个自立自强的生活的条件哦。所以呢，这个对所有的人来讲是最重要的。新乐森林日间作业所，就觉得充满了希望，而且很温馨的感觉。希望说来到这边所有的孩子身上的朋友都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而且这是我们自闭症的第一个。那也希望说能够未来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有更多这样的机构来成立因为我想这是提供我们所有身障朋友一个更多元的这个生活模式的学习。新乐森林日间作业所会当协助减轻照顾家庭的负担，提供多元化训练甲支持，协助自闭症者在社会中找到自信甲价值。很多的教养单位都会拒绝我们这些自闭症的孩子。那对于我们自闭症的孩子不够了解的部分，会让一般的民众会紧张、会害怕。所以呢，要服务自闭症的孩子，其实要花更多的心思去了解他们。那谢谢我们肖理事长，也谢谢我们郭理事长能够在台南再次成立自闭症协会，希望说帮助我们身心障碍的孩子，学习一技之长。所以我们你看，我们会有带风，我们有做那个紫莲花，或者是任何的带风，就是说我们会去找让孩子可以学习一技之长之外，然后呢，生活独立的自理能力。因为来这边其实也是一个小型的社会，然后让他们学习跟社会连结。如果有机会，可以去一路工厂，或者再更好，可以出到社会去工作。这是日间就业设施的一个功能。社会局资料指出，台南市截至今年3月底，总共有38处身心障碍日间作业设施服务，会当提供服务621人。现在有了新乐森林日间作业所的加入，将会当进一步提升在地化社区服务量能，展现伫社福教育上的成熟甲进步。台南新闻张秀仪采访报道。